Hello，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休閒步行者頻道。今期帶大家嚟到水圍啊，係試一間深圳首創嘅海鮮砂鍋粥火鍋，店名就叫做1號粥火鍋。呢間鋪咧喺深圳有好多間分店㗎，所以咧揀翻近近地嘅分店去就得㗎啦。餐廳嘅營業時間由中午嘅11點會一路開到凌晨12點，晚飯同宵夜過嚟都係冇問題啊。今日我哋嚟到港人北上熱點、人氣好旺嘅水圍分店，一嚟到門口就見到佢哋特價餐牌啊，優惠菜品寫得清清楚楚，每日嘅海鮮新鮮運到貨嘅時間直接公開展示出嚟啊，新唔新鮮一眼就睇到。佢哋最直觀特色嘅就係按碟計價，價格透明，綠色碟就6蚊雞，鐵盤10蚊雞，藍色盤15蚊。白色大盤25蚊，今年仲推出冬陰功湯底，酸辣開胃，好啱夏天食㗎。門店都設有外擺區域，仲配有空調添啊，座位闊落，坐得舒服。就算唔係食飯時間啊，店裏面都坐滿晒客人㗎，長期都人氣火爆。喺餐廳裏面冷氣好足啊，環境乾淨整潔，全部都係一人一鍋底。自己食一個鍋底咁就夠晒衛生啦。每張台都配備咗自助嘅調料位置啊，仲貼心貼咗食材建議煮嘅時間，就算新手啊都唔會煮過籠啊。加入咗會員仲有贈菜同專屬禮品，相當抵玩。入座之後，我哋掃台面二維碼揀翻個鍋底，一共會有5款湯底嘅選擇㗎。經典嘅白粥鍋底、冬陰功湯、番茄、麻辣、花膠雞、清淡同重口味嘅選擇齊全。揀好鍋底之後，咁我哋就可以拎埋購物籃揀食材，醬料全部都係自助啊，有成10幾款選擇咁多。除咗有基礎嘅調料，仲有廚師調好嘅豉油。唔識調嘅話，直接攞呢啲嚟用就得㗎啦。所有嘅食材都擺喺恆溫冰櫃保鮮嘅，保證新鮮。行到最入邊就係重頭戲海鮮區域啊，全部都係鮮活現撈嘅。你睇下啲鮑魚，仲黐實塊玻璃，活力十足。象拔蚌仲有各種貝類、大閘蟹、小青龍，樣樣齊全啊！如果想食嘅海鮮暫時未處理好，可以直接叫店員即場撈，保證新鮮現開。行完海鮮區，行前少少就係素菜區域，絕大部分都係6蚊嘅綠色細碟啊，性價比好高㗎。呢度仲有佢哋每日手工現打嘅蝦滑，雪櫃入邊仲有田雞同埋各款特色嘅火鍋配料，選擇真係有好多㗎。肉類區呢邊選擇仲更加豐富添，牛肉全部都係新鮮現切，而且部位仲分得好細緻啊，有吊龍、嫩牛、雪花牛肉、胸口油，一應俱全。除咗牛肉，佢哋仲有特色嘅黑毛土豬、豬腸、豬肝、豬肉拼盤，全部有齊。仲有成櫃嘅肉卷，有肥牛片、肥羊片，全部都係日日新鮮現切。側邊仲有飲品雪櫃啊，有酸奶、啤酒、汽水、自製飲品、新鮮椰子，應有盡有。我哋揀埋飲品配搭火鍋，咁就啱啱好啦。揀滿晒一籃自己中意嘅食材啊，全部擺滿晒喺台上面啊，好，立即準備開餐。
首先講佢哋嘅招牌白粥鍋底，選用嘅係杯芽米熬製嘅，粥底只有米香嘅啫，唔會搶走食材本身嘅鮮味。呢個鍋底用嚟煮海鮮真係非常之啱噶。第一輪就將啲海鮮放落粥底裏邊慢慢煮啊，等啲海鮮充分吸收米香啊。煮好嘅小青龍啲蝦肉又大又緊實，夠晒彈牙，鮮甜多汁，仲有陣陣嘅米香。粥底鍋可以襯托出海鮮味，食落清爽唔會腥。鮑魚就揀咗切花，三頭鮑個頭勁大隻，食落 Q 彈爽口。蝦肉夠新鮮，味道脆甜，口感彈牙，鮮味十足。六月黃大閘蟹買一送一，25蚊就有2大隻，斬開兩半睇下入邊都爆晒膏啊！性價比咁高，一定要食多2隻啊！食晒啲海鮮，第二輪就可以煮各種嘅肉類，現切牛肉、手打魚丸啊，全部都係吸飽海鮮同粥底嘅鮮味啊！牛肉嫩滑多汁，魚丸軟糯 Q 彈。等到各種嘅食材食得差唔多啦，咁我哋就叫職員加米，再加入瑤柱、蝦米等海鮮嘅乾貨一齊落鍋熬煮，呢一步呢，就係成餐嘅靈魂所在嚟嘅。海鮮嘅鮮、肉香、米香同乾貨鮮味全部融合啊，咁樣熬出嚟嘅粥梗係濃郁鮮甜啦。收尾食翻碗靚粥，咁樣先至夠圓滿啊！整體嚟講，1號粥火鍋性價比十分之高，食材新鮮，選擇夠多，收費清晰，每日都有特惠嘅菜品，一人一個鍋底，乾淨夠抵食。朋友聚會、情侶晚飯、宵夜小聚都係好啱噶。中意粥底火鍋嘅老友記，一定要試下。最後就同大家講下前往嘅路線。水圍分店喺福田口岸過關，乘坐地鐵嘅4號線，一個站就可以去到福民站。嚟到福民站，選擇 C 出口出上地面，向左行出停車場就可以轉左，跟住再步行3分鐘左右呢，就可以到1號粥火鍋啦。中意今期分享嘅，記得點讚訂閱我嘅頻道，我會繼續發掘深圳抵食好玩嘅好去處啊！咁我哋下次見啦。拜拜。